住屋嘅煩惱嗱，今次咧就玩咩咧？就係煙囪咧老化爛要修補啦，裂啊啲磚就老化，有呢個裂痕啊又脫落，點算好咧？揾人整啦。2025咧就整完個 metal roof，今年咧就發現個煙囪咧老化，要揾人整啦。嗱，點整咧？大家睇片啦。OK，而家係幫緊我手啦，幫我嘗試 replace 翻修理成個煙囪啊。咁希望個作物 good 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個煙囪咧唔係實用咧，有陣時咧會嗰啲磚啊冷縮熱脹啊。OK，情況就係咧，如果你用煙囪喺冬天嘅話咧，呢個冷縮熱脹咧就好快老化嘅煙囪啲磚。不過咧，煙囪我哋就少用啦。其實煙囪外邊嘅磚壞咗唔怕，因為入邊都有個煙囪嘅管道能。而家我就修理係外面全個 outside 磚咧，全身包過去，而且嗰個工作嘅人員咧幫我清潔埋個屋頂所有嘅去水位。所以揾一間咧有信用嘅可靠嘅公司咧，佢會做多少少 extra 嘅工作，幫我清潔埋啦。嗱，呢一間公司我就值得用良心推介俾大家啦。有問題留言啦，或者直接打電話俾佢啦。嗱，清楚嘛？唔係廣告嚟㗎，純粹係良心介紹。